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智為之道頻道。今日我哋要拆解嘅就係《道德經》第一章，內容好短，但每句都好深奧。唔使怕，我會用最通俗嘅語言，一句句講清楚，令你聽完之後都覺得到達原來係咁啊嘅境界。OK， 開波。道可道也，非行道也；名可名也，非行名也。無名，萬物之始也；有名，萬物之母也。故行無欲也，以觀其妙；行有欲也，以觀其所要。兩者同出異名，同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道可道也，非行道也。如果能夠用講得出嘅語言去講定義道，咁講出來嘅就唔係永遠恆久、真真正正嘅道啦。真實嘅大道係無限深奧，唔可以用簡單一句話、一段文字就講晒佢。講出嚟嘅道只不過係眼前睇到、理解到嘅嗰部分，而唔係真正變化莫測、永恆唔變嘅大道。打個比喻，問人生嘅意義係乜？用幾十個字或者一篇文章去詮釋，但人生意義遠超過呢段文字。其他人可能有其他睇法，所以關於道，如果講得出，就已經講漏咗好多。名可名也，非行名也。如果可以用文字去俾佢取個名，咁呢個名字就唔係行嘅，唔係真正嘅名。舉個例，將天空兩個字寫下來，就將佢定義成天空。但天空唔只係藍色，有時聳起烏雲，霞光滿天，彩虹橫跨。硬要叫佢天空，只係個暫時方便嘅稱呼。真正最根本嘅名係超越言辭講唔晒。無名，萬物之始也；有名，萬物之母也。無名就係冇俾任何名詞、文字概念束縛嘅狀態。想象天地初開，混沌未分，萬物未成形、未命名，就係無名狀態。呢個無名好似萬物最原始嘅起點，埋藏着一切可能性。有名就係用文字、標籤概念去定義、圈定嘢嘅狀態。當一棵樹仲係一棵未定名嘅活生生嘅生命，一旦話呢棵係榕樹，榕樹就出現咗。有名係萬物生成之後具體化之後嘅狀態，好似萬物之母，所有具體嘅事物形態都係由被命名開始繁衍衍生。無名係起源未分，未形包羅萬象。有名係出世，一旦定咗名被界定，就成為萬物現實嘅母體。各種山川河流、草木昆蟲，通通由此誕生。故行無欲也，以觀其妙；行有欲也，以觀其所要。行無欲也，以觀其妙。行就係經常常，無欲係冇執住，唔執住冥想欲望概念，咁就可以睇到微妙事物最本質、最細微、最神秘嗰部分。好似喺大自然道行，冇帶任何目的，無所謂要打 call 或檢花。放空心就會聽到樹葉摩擦聲，聞到泥土清香，甚至感覺到風裏嘅水氣溫度，呢啲都係妙，即係最細微而難察嘅奧妙。行有欲也，以觀其所要。有欲係有目的、有追求，想得到或者實現某樣嘢，咁就只會睇到所要事物嘅表面現象外在樣子。例如行到森林，只係想揾到靚花影相或打卡，就只會睇到靚花、色彩斑斕嘅葉、其他微小嘅蘑菇、小昆蟲、潛喺樹皮下嘅螞蟻，全部忽視晒，見到嘅係想要嘅結果或者表面。呢啲都係有欲，以觀其所要。兩者同出異名，同謂。無欲同有欲並唔係對立，佢哋係同一個源頭度生出嚟，只係叫法唔同，睇法唔同。無欲同有欲其實都係度走出來，只不過名稱唔同，視覺唔同，講嘅都係同一個道理。好似左眼同右眼睇世界嘅角度都唔一樣，但都睇同一樣嘢。無論無欲去觀看定有欲去觀看，歸根結底都係同一個大道嘅玩法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玄喺古文入面係深奧莫測、高深莫辨嘅意思。玄之又玄更進一步，話道理深奧到連深奧都無法形容，深得無邊。眾妙之門就係所有細微奧妙入門之處，只要識得呢個最深處嘅奧秘門徑，就可以見到天下萬物嘅無數奇妙變化。可以想象成一扇極度深邃嘅門，門裏面裝住世間萬物，從無到有，由有到無嘅一切秘密。打開呢扇門，就會見到出入無間嘅奧妙，睇到平時睇唔到、想象唔到嘅世界。整章大意一句話總結：真正嘅道講唔完、寫唔盡，用語言寫嘅道都唔係佢真正全部。萬物從未命名嘅無名開始，一旦被名稱圈定，就成咗萬物嘅母。
保持無欲就能看見最微妙嘅本質，帶着有欲就只會看到外在現象。呢兩個角度其實出自同一個大道，只係叫法唔同。呢個大道真係玄之又玄，係萬物奧妙嘅總入口。想像一張白紙，當佢無名嘅時候，就只係一張純粹嘅白紙，乜嘢都冇，好似無限可能。但當你用筆落墨寫字，俾佢個名，寫成我嘅日記，或者畫幅畫，或者詩幾下做折子，咁佢就變咗成一幅作品，一篇文字，就好似萬物由無變有一樣。如果冇預設想用呢張紙做啲乜，放空心去感受，你會望到紙張嘅平滑度質感，可能仲會見到指紋上殘留嘅油脂，仲有紙邊微微翹起嘅紋路。呢啲就係無欲而觀其微妙，冇執着要做特定事情，所以見到更多最本質嘅細節。但如果有欲打算馬上用佢寫作業、抄筆記或者摺紙飛機，就只會留意佢夠唔夠白淨、夠唔夠大、厚唔厚，都係滿足既定用途，只會見到表面能滿足需求即可。呢個就係有欲而觀其所要。有目標就只聚焦目標下嘅表面信息。咁樣大家對《道德經》第一章有冇更清楚嘅概念？記得道同名講得出就唔係絕對，真正嘅本質係唔可言說嘅。無名係萬物之始，有名係萬物之母。無肉體本質，有肉體現象，兩者同源但異名。呢個大道深不可測，係通往萬物奧妙嘅門。如果你中意今次嘅分享，記得點讚、訂閱、分享俾你嘅朋友一齊聽。你哋有咩心得或者有乜問題，留言同我哋傾下。我哋下次再繼續拆解《道德經》第二章，到底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乎意有咩玄妙？多謝收睇智慧之道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